老子夫来访后上个时节是留下我本学术人向人跟痴梦安尼嘅事迹，唔单止写出伊嘅遗憾，咪系台湾好多客真真实嘅情形咯。好多客嘅个名词，能摆系民俗学家林奋涛先提出的，如系好多化嘅行业。宋朝行业因为生活的需要，甚至嘅冲突、海斗嘅基业，故说唔想本人哋自家系行业，也日经嘅好老化的。唔过谈论时代改变、社会开放，有到大家各有客家意识的，一群失落嘅行业，有机会讲扬转自家嘅文化。我哋也建议的专题报道呢，也会收集包括文学家宋策来、琴片型随意发明人叶仲林、美术专家吴恩文，还有宜兰有名嘅文史工作者廖太清，一群行业好老化嘅行业，来看伊能嘅客家情怀同生命历程。土中华原先向嘅23馆係中华人聽嘅3個故事，呢篇大概全國人熟悉共同鳥片，算係當地真大型嘅客家家族。不過呢下全國嘅後台，實際已經完全好老化。我們移民到這邊來，從大陸移民到這邊來，就是講閩南話嘛。到台灣開拓時空，抗議好老化嘅現象，清早到至894年嘅元年間採訪冊有記錄，但是要等到1963年，或者林奮涛對中華園林境好老化所調查嘅細節，將正式用呢種嘅研究確實好老化嘅現象，媒體一般出現好老化安呢個名詞。另外，好老化族群到中華差唔多有23萬人，以園林做中心，包括泰村、布心、元清、田梅、社頭呢啲六個鄉鎮，會是對台灣南清、平福、饒平一帶反種族體系來嘅抗議。他們在大陸的時候，就是會講閩南話；回山上的時候講客家話，下山的時候生活的時候還是講閩南話，所以他們在大陸的時候是雙語系。雖然抗議大家確實中，但是也先幾名同種族好多人本來是對強嘅素材來解，體現好是較集權。另外，兩份對種族嘅認同，未同其他嘅中產係調度產生影響力。抗議咪慢慢嘅唔記得自家嘅語言同文化。彰化縣的客家人，他在跟泉州人械鬥的時候，他都自己就不講自己是客家人，而他所講是漳州人。他如果是獨自說要來抗拒閩南人，是有困難的。我只好接受同化啦。所以你能怪他說他是好像是他自己要把自己的祖先的語言賣掉等等，都不是啊。就是我只能這樣做才能生存嘛。相關係小小嘅客家，都濫用平陽腔，未持有戰鬥抗議。1796年，53代兩屆開墾鋪取，地位有種產業3線人士，呢個當時按照係幹馬蘭嘅宜蘭開發。抗議是主要帶頭招客鹽山、東山、羅東3線蘇澳嚟嘅素材，因為佢分散又同好多人鄉下帶，本人同化嘅時間甚至比中華客家更加早。當時拓墾並吞嘅嗰種嘅所謂嘅招募嘅人係持有招募嘅，所以各省人都有，所以大家加速度咧現下規模就唔大，所以客人咯好容易是出門大。那他們大嘅結果是講，客人可能情結是本好容易通法嘅。你下套羅東街抗議上，已經係頭擺宜蘭生態嘅客家起落嚟，幾名做事唔曉講客，但是抗議同宜蘭嘅總者冇因為安尼消失撇，像係共產黨睇地嘅主攻排會，亦係貼撇嘅宜蘭腔好老化，還有生活飲食習慣，都是感受到一道客家嘅感覺。當到客家風俗。客人咪大半學農人，比如講，呢度宜蘭縣啊發現講，正嘅儀式嘅天傳日，到宜蘭當到學老家從咪見人客人過天傳日。同宜蘭看到好多客家相互影響融合現象，佢將來看中華嘅好多客，像三山官方嘅信仰，維持當地客地居民基本嘅客家認同度。最近幾年，公部門4年嘅調研還有推廣。
國家兩岸交流更來更多。真多人將去前進嘅結果，每本國家都確定居民人數貴重。那現在因為我們很多資料的發布以及媒體的宣揚，他們自己也兩岸也三通，他們也回家了，去看了，他們回來之後真的他們是客家人，但是他現在已經都不會講客家，所以他講說我們是客地。我本客屬人，鄉顏敬自望，赤人相懷抱。數典愧祖宗。但係台灣新聞副之父賴佛對自家唔記得祖宗人留落來嘅遺憾，每時時間提倡客家族群保存文化嘅重要性。希望100年前客家老祖公河洛話嘅現象，到嚟下還係會繼續發生。客家新聞096記者綜合報道。